試一試，好嚟啦！綁手、鏟頸，sorry 係攤鏟掌，呢隻腳褪後，踢腳，就過部間手，綁，呢度有一個攤鏟掌，後腳，就過部間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成第5節裝，好啦，第6節，1、2。1、2，過部間手，綁，抱牌，間手，抱牌，再過，再抱牌。1、2、3、4。第7，捆，1、2、3、4、5，鏟掌。捆、鏟掌，過部綁手，攤鏟掌，踢個位，再過部間手，綁手，攤鏟掌，踢到呢個位，過部間手。好，到最後一節第8節裝連環拍手，1、2、3劈頸過嚟。1、2、3、4劈頸，呢邊過去，跟住呢邊數嘅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，過部間手，捆翻1、2、3、4。